要注意礼拜即摆要开始，为着保持礼拜中的庄严，请会众将行动电话关机，或者甲伊设置静音。请咱闭慢恬静的心来听福音钟声。来啊，咱着结恭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圣诗149的首，美妙主耶稣，请兄弟起立坐下来吟。
请遐这犹原徛立，低声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阮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色女玛利亚出世真做人，伫本丢彼拉多入内，为咱顶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国活上天，现在坐伫爸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愿信生死换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共受敬拜，共受荣光。伊捌读先知讲话，愿信一个圣、公同、主道的教会。愿告别一个为着赦罪的洗礼，愿期望死人国活，来世换命。阿门。现在请坐。启应文30，天我启，请兄弟来应。地位敢无咧叫？伊伫路边原地的顶面，伫城门边，伫城门口。众人啊，我叫恁讲直的人啊，恁就会晓得通达的理。恁着听，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伫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对永远对极起头，未有世界的大声，我已经受设立。大山未定着，小山未有的在生，已经生我。伊建立这个天，设圆权伫深渊的顶面。甲海定着界限，河水无搬过伊的命令。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互伊欢喜，常常伫伊面前快乐。恁这个囝，当着听叹我，因为接受我的道路的就有福气。听叹我。日日伫我的门口伫等，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活命；得罪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请咱同心按头来祈祷。至
至尊至大掌管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伫新春的头起，我们要感谢你伫过去一年的保守甲看顾。阮伫过去的一年当中，有经过侪的考验。阮伫去年因为台湾长期低欠雨水的关系，有经历加雨限水的考验。再者，伫天气真正炎热时，阁拄着欠电。阮规年受到肺炎病毒的威胁，无论是郊游、旅行、主日礼拜，还是亲朋好友的来往，阮拢因为病毒四界探线的关系来受到限制。但是阮感谢主的引带，互阮伫每一摆的考验中，拢会使互相来体谅，互相来吞忍。互阮袂伫无意中的过失中，互相来指责，互相来气嫌。伫新的一年，恳求主时时甲阮指，特别是伫阮心智软正、骹步有偏离主的假使，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启示阮，赐阮智慧，赐予阮教业的勇气，互阮毋若知影真理的方向。搁敢好胆来往真理的方向跑走。愿阮无论是伫日时还是暗时，无论是徛咧还是坐咧，阮的心拢有主你赏赐的平安。恳求主定着阮的心，互阮伫有愿望、有喜乐的生活中，来充实阮每一天主你所赏赐的性命。愿阮所做、所讲的，拢会当显明主的荣光甲公义。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圣歌对恶乐充满我。
今日要共读的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第1至14节。请咱兄弟点开台语汉语本的圣经，伫新约104页。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角之地，道就是上帝。这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角之地，万物对道来创造，既然受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活命伫伊的内面。这个活命是人的光，光照伫黑暗，黑暗无接纳。第6节，有一人对上帝起来，名叫约翰。这个人来做干净，是要为着光做干净，互众人对伊来信。伊毋是迄个光，是要为着光做干净那点。有真个光来入世间，在照万人。第10节，伊伫世间，世间对伊来创造，也世间毋捌伊。伊到家己的所在，也家己的人毋接纳伊。既然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赏赐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因毋是对血气，也毋是对肉体的意思，也毋是对人的意思生的，就是对上帝。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国元捌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到的荣光。以上。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更向来尊崇，我心尽在对灵光，极限我的主。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更向来尊重，我心尽在对灵光，体现我的主。下面由本堂的牧师为咱证道，道成肉体，点伫咱中间。今仔大家新年恭喜！愿主的听伫咱中间，拄则听圣歌最近这条诗歌真感动。迄个男声，咱查某无几个呢，3、4个，迄男声真有气力吼。迄个充满我，主的圣心还是一个祈祷，由你充满我，用主的听，主的心来充满我吼。所以，这圣歌对诗歌真正带动咱的一个敬拜。一个热情吼，甲感动。若是伊咧唱，咱的心嘛会当做伙来和，互咱做伙同心压头来祈祷。主，阮要来领受你的话，愿主你对阮来显明你的听，你就是道，道就是上帝。互阮明白三位一体的奥妙，万项是对你来创造。了阮的心内诚做信你名的人，接纳你伫阮的内底。互阮诚做上帝囝儿，即个恩典，即个权，互阮对你的恩典来得到起造，互你的真理、活命、恩典丰丰富富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愿咱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
所以咱来看约翰福音吼，咱今日要对道来开始讲起。这个道真要紧，就是讲，咱看咱的礼拜，咱是长老会，是改革宗，就是强调上帝话，就是 word， 就是 logos， 希腊文叫做 logos， 就是道。所以咱讲，伫礼拜中一定爱有一个讲道，讲论上帝道，也是讲正道，证明这个上帝道，也是讲，互咱明白咱所信的道理。啊，你若是甲这个道替换讲，道就是上帝，道甲上帝伫地，道就是三位一体，圣父上帝、圣神上帝、圣子上帝。这个道成肉体，对上帝遐来变做人，这是一个奥妙。上帝变做人的形状，啊，甲咱一般的。咱看民间宗教，拢是人想要变做上帝。过年期间，我去庄卡带囡仔去行，这几天我就看到有济公庙，去一个济公伫红湾说哇，那未细先济公，济公就是人嘛，是讲足侪佛教因信的什么菩萨，就是。也是关公，也是在过去熬人，死去了后，该封做神。人不过是人，人就死去啊！咱只不过拜唔着对象，甲人甲甚至偶像当作是神。所以圣经甲咱讲，除非是上帝启示，咱无法度明白上帝。所以这个讲道其实嘛是讲讲耶稣基督，在讲明耶稣基督，伊怎样对天、对上帝，伊本是咱拄则念的诗歌，本是神诚做世人。我心所尊重，伊欢喜诚做咱的兄弟来救赎咱，这就是圣经的福音。所以咱今日要看约翰福音，咱有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明白。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嘛，福音互你得到福气的这个消息叫做 gospel。Good news， 好消息，这个电视节目就是 Good news， 互你一个好消息。然后呢，圣经内底有几本的福音书？4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就是讲4个人记录4个做这个敢若记者啦，当一个事件发生了后，可能有民视的记者，有台视的，中视的 ，TVB 的，无共款的记者在记录，用因的观点，来记录因所看到、所听到、所见证的耶稣基督。咱就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是西比太囝。约翰，伊阁有一个兄弟叫做雅各，因两个人有一个片名叫做雷子。雷子是啥物意思？就是脾气无介好的人，无说你去踏着地雷的意思，伊就会爆发。有一届耶稣带学生去到一个所在撒玛利亚，结果遐人无爱甲因接受。约翰就甲耶稣讲，这个雷公仔囝雷子讲拉比啊老师啊，你叫火对天降临把这个砖烧死好啊别装把这个砖头消灭所以有这种，但是无买呢。约翰福音内底有7个信者，其实我感觉叫一个上大的信者，就是讲这个。雷公仔囝到落尾，伊变做一个最有听的人，所以约翰有一个尾啊，伊的片名叫做“爱的使徒”啦。伊是耶稣所听的学生，伊到落尾，伊也变做一个听人、听上帝、听教会的使徒。伊写这个约翰1书、2书、3书，对无？佫有启示录，所以总共写几本？5卷。约翰福音嘛是伊写的。
咱真侪时阵，尤其是婚礼的时阵，拢会用约翰一书内底诶，即个圣经来讲上帝就是疼人若毋是咱大声疼上帝，是上帝大声疼咱。咱若有疼，咱内底就有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疼啊，所以伊嘛称作疼的使徒。伊写即本册是伫幼色，咱就已经讲过，咱等者搁小可看者。伫约翰福音内底，伊有7个新约。新约意思就是记号。这个新约除了讲人才没得到看见。过去我是眼瞎，现在看得见；摆脚会行路，5000个人食饱，这拢水变做酒。这拢是人会当得到生命、得到改变的，这叫做新约。但是记号意思一方面，除了这个人得到上帝的恩典，伊的生命得到改变，破病变做健康以外，一个要紧的，就是讲，这个记号帮助12个学生，也帮助咱所有的基督徒当认出，讲耶稣基督，伊毋是一个普通人。伊确实是人，完全的人，但是伊也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上帝。所以这个7个记号，互咱看见讲，伊的宣告，伊所讲的是真实有影的。伊讲我是世界光，我是真实的美牛，要互人得到饱足。我是活水，我是羊的门，我是真的葡萄树顶顶，伊毋是在讲白菜。今年是虎年呐，讲我们不可以吹牛，只可以唬烂。虎年，好像可以唬人好，跟人乌白讲。但是耶稣，伊所讲的是真。所以这里是7个伟大的宣告。如果现在有任何的人，还是宗教家，伊敢安尼宣告讲，来对我就是世界光，来对我带恁去倒位，去天堂，去倒位，咱就要去甲伊分析，讲这个人到底是真还是假？是真理还是欺骗者？所以耶稣是用着这个新约咧显出讲，伊所宣告的这个信息是真，因为伊有上帝的这个新约分地伊，用这个新约来显出。讲伊毋是在欺骗，伊有真正有这个能力，伊是对上帝来的上帝，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白囝安那，甲圣神同一同体。这就是尼西亚圣经所要强调，嘛是约翰福音所要强调的，伊毋是一个普通人。对，我是约翰福音总共21章，有真侪代志。所记的，甲头前3本福音册无相像。伫第20章的上落尾迄节，31节，有讲到讲，耶稣阁有行足侪新约，伊毋是只有行这7项，但是我耶稣所听的学生约翰，我所要甲恁记这个代志，是要爱恁信，这个主耶稣就是。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为世间人所备办的迄个救赎，并且毋是讲故事互恁听，听了就转去，是讲这个代志，互听的人会用接纳伊，信伊的名，就得到活。使徒行传有讲，因为天顶地下。天上人间无想出别的名号，互恁会当靠这个名得救。上帝也无甲倒一个天使讲，我今仔日生你。所以独生囝就是讲只有一个，伊是对上帝出的上帝，对真神出的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耶稣才敢讲，我就是道路、真理。通过我，人会当进分配。迄个道路毋是讲足侪条，只有一条，
耶稣讲，我就是迄条路，照着我，人会当亲近上帝，得着活命。幼所这个所在，咱已经讲过啊，应该有印象。因为咱旧年讲雅各书、幼所书，幼所书就是保罗伫幼所建立教会了，受关的时阵，佮写批互幼所教会这个所在，咱应该有印象，是一个足大的海港，伫我这个海的所在。这是因的图书馆，即马只有存条剩条啊。咱嘛看过这间号称是古代7大历史这个什么建筑的内底有一个米迪亚神像，这个神像就是陨石啦陨石咱知影是一个天体落落来，其实陨石真侪所在拢有，只不过足稀奇的，伊对天落落来，去互涂骹当然一坑足大坑，因就甲迄个所在起一个庙，然后甲迄坑的安那，甲迄粒石头，有的已经拢烧了，但迄粒佫有剩下一个黑色的伊就讲这就是神，希腊女神从天上衰落人间，咱甲伊起一个神。真侪台湾的这个神嘛是安尼，有听过讲有石头是安那落雨拢无淡，就甲伊做石头公。事实上有可能是因为有人落雨坐伫迄个石头顶，吐一支雨伞，等雨停了，佮继续行。后一个人看到讲，石头无搭，有神，紧来拜。树足粗，有神，紧来拜。我阁听过一个讲跋筊签什么乐透、大家乐，签足侪，结果拢无着，足气的，走去迄个庙的，甲迄个神像安那弹出去外口，话讲去伫外口，然后咧，佮甲迄个庙烧去安尼。尾仔人看讲，伊几年了转来，发现讲迄个庙佫较大间啊？为虾米？讲这个神像显灵。烧掉伊家己走出来，无烧死走来外口所以家己起甲愈大间。足侪这种的，伊得长嘛有讲迄个啥物货车顶悬载足侪这个是，结果路草无好，过着石头一粒神像挂伫田中央，但是伊拄好安尼过一脸坐好正安尼，讲佫显灵啊，伫遮佫要起大庙。佫甲即个地主足悬的计较，甲伊买即个田，然后佫甲伊起。所以其实人拢会找上帝，只不过找毋着神，找毋着对象。到无尾即间庙就也是共款，拢存条啊。总是伫咱的信仰内底，咱嘛爱去思考，到底亲爱兄弟，你的信仰内底，你心内有神无神，有上帝无上帝，你有亲信无？我看庄较真侪所在拢，我过几工嘛去看过去一寡老朋友，伊讲有时咱心内嘛会艰苦，讲未信者外邦人假神真拜，假神拜甲足热的，初一十五安尼大过年逐工安尼足热伫遐拜，但是咧。咱基督徒真神假拜，真正的上帝，但是咱无用咱的心来敬畏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这就是罗马书的一个怨叹保罗就是安尼讲，明明知影有上帝，但是咱无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也无常常感谢伊、学乐伊、服侍伊，所以。无论是外邦人，还是咱做一个基督徒，但是咱心内无真正见到上帝时，咱的思想会变做虚妄。到一个程度叫做无知，到一个程度就甲上帝本来要享受咱的活命来隔开、来隔断，无知的心到最后就昏暗了。所以咱求主帮助咱，读约翰福音。对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囝这件事，愈来愈明白清楚，
当肯定，成做你的家信。咱来比较这4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因的作者无相像。其中马太甲约翰是跟缀耶稣12个学生其中2个。马可虽然无缀过耶稣，但是伊是对彼得口说，伊甲伊记录起来。所以马可福音是第1本的福音书，也是最早的资料。时间可能伫主后60年左右。就是当这个学生讲，阮将耶稣的故事继续传，建立教会无毋对，但是咱是亲目睭看过、亲手摸过耶稣的人，咱这代要转去啊，要离开世间啊。咱如果无把耶稣的这个记录保留起来，以后可能安那会失传，还是误传，还是亲像约翰福音迄个时代有一个主义，就是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伊甲本来是上帝是完全的神的这个耶稣，伊甲伊变做不过是一个人，和上帝收做囝。这种奇怪的传说拢有，所以因就了解讲迄个必要性，必须爱写福音书，甲这个跟过耶稣的人记录落。路加福音是医生路加，伊的资料是对保罗，伊是保罗的同工，然后呢，医生伊足够复杂这个资料，写病历嘛，爱足清楚，袂使凊彩去，所以伊就去查考。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就讲：亲爱的这个提阿非罗但，我照着主耶稣伊出世去轰炸伊的老母，佮去轰炸这个亚瑟的约翰的老母伊丽莎白，甲撒加利亚，去访问这因对出生直到落尾的这故事记载落来。毋是凊彩写的，拢是经过考据的。路加福音甲马太福音有参考马可福音，所以这3本叫做共观福音，做伙看符类福音，因为因有真侪所在是真符合的、雷同的。约翰福音甲因无共款，约翰福音真无共款。约翰福音上这个尾期，最晚写的4本福音书内底，约翰福音就是要对抗这个诺斯底主义，也要补充一寡马太、马可、路加拢无记载的代志，因为约翰缀伫耶稣的身边，伊对耶稣的这个代志有真了解。所以上帝赏赐咱4本的福音书，尾也阁有就其他福音书就无列伫这个正典内底，无列伫这个正典内底。这4本福音书用4个图像也是动物来表明做一个代表，就是狮、牛、人甲这个鹰鸟蜡烛。第一个马太是讲君王，因为基督是世间的犹太人的王，这马太很真强调君王的身份，所以呢，伊常常爱讲到犹太人，讲到旧约，讲到天国的这个发展。然后呢，马可福音常常在讲耶稣在做的事，常常讲。马可福音就无讲这个登山宝训、天国的比薄，伊讲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风尘仆仆。然后路加福音内底耶稣是讲伊是这个完美的人，伊拢真亲近遐个卑微人、送乡人、弱势、社会的边缘人。耶稣是一个就有同情心、人性。天命的这个所在，约翰福音是咧强调伊是上帝，伊本来就是神，对神出的真神，伊是上帝独生囝，神子，路加福音是人子，马可福音是讲牛啦，做甲真辛苦，所以伊的特点就是拢讲马太福音讲足侪旧约，
对伊的家谱，因为君王你着爱有即个族谱嘛，是对犹太出来的，哦，是对代笔即个即个派依派出来的，哦，才有资格做犹太人的君王。马可福音常常看到即个字叫做Aesos，就是马上念咪耶稣赶鬼，念咪就去祈祷，念咪个过海，去到加利利迄边，念咪做了，然后咧，最后为咱上十字架。路加福音伊是文采真好，记载伊对伫遮个纵向人、边缘人、耶稣基督亲近遮个人会听。约翰福音是补充遮个其他3本福音书无写到的，过来是地点主要就是放伫耶路撒冷，所以咱对照起来，咱应该对4本福音书有较清楚。对伫即4个主题，因的家谱就会有无共款的强调。因为马太爱强调伊是君王，所以爱讲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大卫的后裔，搁14代，马太福音头前就会讲家谱。所以新约你讲那一开始就讲遐尼长，因为要强调伊是君王。马可福音就讲伊是奴仆。仆人没有特别记载他的家谱。路加福音呢，讲伊是一个人，既然伊是人，伊就是毋是只有追溯到亚伯拉罕，伊个追溯到倒位？到亚当，从亚当、夏娃，生谁，他确实是对伊的祖先，对咱的祖先，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一直传到耶稣。约翰福音呢，伊就嘛无记伊的家谱，但是讲太初有道。咱即马来现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就讲，伫起头就有道。伊甲即个时间又甲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原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对创造世界，未创造世界大生，就已经有这个道。创造的迄边叫巴拉，起初的时阵，上帝创造天甲地，哈夏玛因哈阿瑞兹，天地上帝所创造。未创造的时阵，就已经有上帝；未有时间，就已经有这个道。这是4本福音书的特点。好，咱再来看这个最后一张补充的图。这个图就是4本福音书上长的是马太28章，上长是马太28章，上底是马可只有16章。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内底所记载，你看这张图，伊就甲你分析讲，确实有影，有真济所在，无相像。你看这蓝色的，就是讲耶稣出世、降生、圣诞，这个篇幅，第1章到第3章，马可无。马可一开始就讲上帝囝耶稣基督。伊的故事记伫下底就开始啊，就开始传道啊，所以直接马可非常紧就进入到耶稣的传道的3年半。然后再来第2色就是青色的，是讲耶稣第1年开始事工，就是伊洗礼伫旷野受试探，招学生，这是第1年。再来是黄色的，这个黄色的是第2年，耶稣开始伫加利利传道，然后直到行洗礼，约翰，被希律害死，这是黄色的部分，这是黄色的部分。再来第3年，就是准备要进入到耶路撒冷，被祭司头、甲经学师、甲长老来
行十字架路的时，这是第3年。好，最后3年半嘛，耶稣来传道，招学生，到伊上十字架的时间是3年半。所以最后这半年，是绿色的。最后这半年是绿色的。伊的所在就是伫约旦河、伫耶路撒冷的所在。过来，阁有最后一式，无跳出来顶悬迄个符号可能较细腻，咱看较无，就是青色的山，迄是登山变相。较浅色的迄个山是叫做登山宝训。所以耶稣这甲这个山有关系。3本福音书有记载登山变相，约翰无。但是咧，这个五饼鳄鱼的故事，4本福音书都有记载。所以这是袂骗人的代志。5000个人，查甫人敢若查甫人，5000个人食饱，囡仔甲妇女无算，这是大家拢知影，讲耶稣饲饱5000人，4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蓝色迄是讲伫约旦河，河外，红色的是耶路撒冷，咱拢互伊出来，咱拢互伊出来，拢出来。所以，这个粉红色就是最后1礼拜受难周。你看受难周拢是每一本福音书的重点。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为咱出世，为咱降生，招学生，传道，医病，赶鬼，拢真要紧。但是伊最后为咱死，搁活，才是福音书的重点。所以你看，伊最后1礼拜发生的事，你看约翰福音记遐尼济，将近要一半，对12章一直到21章。耶稣要上十字架时，伊甲学生讲足济话，有可能就是伫迄个 upper room 马可楼，伊甲学生讲足济。你毋免担忧，我要赏赐恁圣是另外一位的保惠师。耶稣就是第1位的保惠师，要赏赐第2位保惠师。所以咱就要过来，咱就要详细来查考约翰福音。今日咱先有一个观念，有一个概念。约翰福音甲其他3本福音书有无共款的所在。咱来看第1章第1节，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伫咧，道就是上帝。开宗明义，讲了足明。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伫咧，道就是上帝。这个道，希腊人伊会掠做讲，迄是一个智慧，迄是一个宇宙万物伫背后运转的迄个原动力啦。当然，迄个时阵人佫毋知影讲为虾米叫做万有引力。人为什么他会黏伫涂骹？为什么有这个万有引力？因拢无知影。就算是现在，咱知影有万有引力，但是咱嘛毋知影为什么会有万有引力。万有引力是谁创造的？若是无万有引力，质量跟质量会相吸，咱人就伫空中飞嘛，咱就无这个失去这个引力，这个宇宙就规个乱去，会错乱去。不然科学家去发觉中人的这个基因，伫这个螺旋体，伫这个染色体，伊内底有这个双螺旋的这个 DNA 伊发现讲，这个内底就是人类的基因密码。愈去发觉迄个内底的这个基因，会感觉愈奇妙。如果出哪一个环节出问题，我们人的免疫系统所有物件的出问题。这个螺旋有法度这么巧妙的这样子的排列，它里面其实就是 ATCG 的四种东西在排列组合而已。所以4种
东西排列组合，会造成咱60几亿人口，每一个人生得无同。你的基因密码都比迄个小小的23对染色体里面隐藏。所以科学讲这个就是代表几率。如果没有上帝排列出这些的几率，跟什么一样呢？跟你早上出门发现那个叶子落下来，上面写出你的名字，那个树叶落下来，落在涂骹，写你的名，佮祝你生日快乐，佮甲你讲几句话，那个几率比这个还小。讲还比什么小嘞？这是美国的这个生物的这个计划人类基因密码的主持人，我袂记你的名，我有后厝，因为我搁查，但是我看过伊见证，伊是讲，迄个几率搁像一只高山啊，坐伫电脑的头前，直理迄个按键，有法度理出一句话，讲上帝疼世间，就是讲不可思议啦。这个几率是非常少，微乎其微。所以你会当选择讲，咱所看到自然其实无自然，我们都认为是自然的事情，其实是不自然。为什么世界拄好有空气，拄好有氧气？为什么水的这个凝固点是4°C，不是0度？很多人真像做是讲因为就是当然就是安尼，因为已经发生啊。咱俩做讲这一切拢是遐尼再自然不过。但是一个有智慧的神学家也是科学家也发现讲，这一切咱俩做讲是自然的代志，其实无自然。若毋是背后有一个上帝手在捏你，这一切拢无可能。所以咱看这张图讲希腊的图，伊是讲这一切都是自然，就是迄个背后的力量那尔。但是犹太人讲这个图是上帝话，下骹黄色的是咱基督教的信仰，讲不只是上帝话，这个图是有 personality， 伊有一个位格的，图甲上帝三角地带，将上帝心意表明出来，这个图佫变做人。我首请咱来念圣经，咱看创世纪第1章就好。你看创世纪第1章内底就记载三位一体的上帝。虽然你看无这4个字讲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伊无写这4个字，但是咱看创世纪第1章就会当看出，上帝不是犹太人所讲，只有一位。你看第1章第1节，上帝创造天地；第2节讲上帝的神运动伫水面。地是空空，深烟黑暗，但是上帝的神运动伫底面。第3节讲上帝讲有光，这个道就开始创造啊！上帝用道在创造。上帝借着他的话，上帝不是摕这个锄头，摕这个工具，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用伊的道在做这个世界，世界发光。所以咱再来看26节，跳到26节，伊伫遮创造6天拢完成。到第7天还未休困的时阵，伊最后做一个人类。科学家感觉即马嘛无法度解释，讲为什么猴也是黑猩猩，伊的基因数会突变，染色体明明是24对，咱人类是23对，为什么24对变成23对，嘛是无法度解决。伫遮讲上帝，咱着做人，亲像咱的像。咱的款，这个咱着做人的咱是复数，Elohim 是复数，但是这个做人的做是单数，咱着做人，所以三位但是一体，圣父上帝、圣神上帝、圣子上帝。
三位，但是做的是佫是单数，就是一体，一而三，三而一。这阮无法度去完全了解，这就是一个咱的神学，咱的相信的真理。圣经安尼甲咱启示，犹太人足巧，但是因都唔肯承认，讲圣经明明无写唔对。希伯来的原文嘛是讲我们咱，所以上帝就讲咱要照咱的三位一体，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神上帝款式来做人。这就是旧约圣经就甲咱安尼讲。伫咱今日所读的这个启应内底嘛讲，智慧亲像师傅头，万有都是借着他而造。所以上帝创造的时阵，圣神上帝已经伫个啦，只不过耶稣还未上天以前，旧约咱嘛拢会当看到圣神、上帝神运动、上帝神感动、巴托先知讲话，这拢有出现。咱有智慧，咱就会当看了足明。所以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神。圣经横跨5、6千年的历史，几十位的作者，为什么前后一致？因拢无特教，但是圣神在引带。到耶稣上天的时阵，咱嘛伫约翰福音看到讲，主耶稣讲：你唔免烦恼，我要赏赐恁另外一位保惠师。因为人无法度看见上帝，连摩西拢无法度看见上帝，因为人有罪，对爱殿路远被赶出来。但是呢，上帝无放杀人，所以伊用伊的囝，就是道赏赐互咱，互咱看见上帝的形状。然后呢，耶稣上天了后，佫赏赐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三位一体的圣神上帝，住伫咱中间。所以咱爱清楚这个部分。我最后用一个图，互咱更较了解道到底是啥物。道就是话。你要怎样？如果一个人，我都今日徛伫遮，我徛伫遮30分钟，我拢无讲话。我心内想足侪代志，但是恁无法度知影。就是像这个道，恁若是无表达，当然有人无法度。讲话，伊可能会当写字，伊可能会当画图，但是伊爱用一个方式，甲伊表明出来。若无，你毋知伊在想啥。但是拄则讲的，上帝是上帝，咱是人，伊无法度。伊若是讲天使话，咱嘛听无。咱见到上帝面，就因为咱的罪，随时就被拍死。所以上帝用伊的囝来道成肉体。新的台语圣经翻译做“道成做人”，就这么简单。上帝就是道，太初有这个道，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呢，伊成做人，住伫咱中间，徛起伫咱中间。迄个徛起原文叫做支搭帐篷，伊暂时住伫咱中间，然后呢，完成任务。传道、传天国的福音4个月了后，伊阁安那任务完成，上天打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大表。所以这个道就是上帝要对你启示的迄个。对旧约就已经多次多方，伊要来书讲，足侪解、足侪方法，托先知讲话，但是人犹原无了解。甚至犹太人伊家己的百姓，上帝百姓，甲上帝囝定死伫世界，这就是约翰福音底下所讲的：光来到世间，世间无接受光，无附绝，附绝光，无明白光，伊靠家己的所在，去互家己的人附绝。所以用这个图，互咱知影讲。上帝，咱无法度完全了解上帝，因为毕竟人就是人。但是上帝嘛袂讲完全互咱用药的，家己发明上帝，家己去创造上帝，迄个就无叫上帝，迄个是叫做偶像。所以上帝用伊的话，伫万起头，伊创造万
万有一切，万物拢是伊做的，拢是照着这个智慧的神、上帝的灵，还是讲上帝的创造的大功，三位一体上帝拢参与着。圣父上帝、圣子上帝、智慧的圣神上帝、真理的神，拢参与着。然后呢，佮讲这个道内底有活命伫伊的内面，就是人的光。所以你唔通互你的生命失去了这个话，失去了这个光，你就变做行尸走肉。讲较歹听，就是变做动物；佮讲较歹听，就是讲一块会走路的肉啦。我70公斤，经过这个过年了后，我搁去量，还是搁肥3公斤起来，真的，真的肥3公斤。我讲啊，我来无法，我这真正是会走路的肉安尼。但是约翰甲咱讲讲我对恁讲的话，伊所记载伫16章63节到长63节，耶稣说我甲恁讲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伊在甲咱讲一件代志，上帝伫爱甸乐园，甲亚当夏娃分一口气，互因食做有灵的什么活人嘛。但是我们可能是活人，但是里面迄个灵无伫。耶稣搁甲咱的灵来恢复。耶稣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活命。咱内底如果有藏上帝的话、藏主的话，咱就恢复迄个生命的光。所以上帝用伊的话，圣经旧约所有的这个预言，拢是指引耶稣基督。所以到伊来旧约的应允就实现啦。旧约最后一本册，做一本《马拉基书》啊，就是在讲啊，讲听候，做老百姓转活转也甲囝儿，上帝心要活转恁做囝儿莫活转，免得我来就做全地。所以这个道来啊，上帝囝道成肉体，亲身来到世间，徛起伫咱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旧约到底新约，咱该连做伙啊。道成肉体，旧约是影，新约是实体。旧约就是讲，因为做这个做这个 PPT 的一寡资料，我是甲加拿大的一个圣经的一个网站招来。伊这个做这，伊讲无问题。老师圣经老师所有信徒。上伊的网站拢会当download，无问题，这无版权的问题。但是伊用的真济，这个内拢是加拿大，伊就是摕加拿大的1块，这就是加拿大的钱。加拿大过去是英国这个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统治的嘛，所以顶悬因放的毋是因的总统，加拿大的硬币 coin 顶悬放的是啥物人？是英国的女皇。所以伊讲，这个好含像是讲，这个女皇的这个红仔头头像不过是影实际咧是伊，嘛毋是这张图，是伊本人，伊本人才是。但是无法度，大家拢看到伊本人的时阵，伊就用安尼用这个钱刻顶悬，全世界拢共款啊，当做因的啥物精神领袖嘛，当做因的精神象征。佮旧约咱看到讲，这个摩西伫旷野将这个铜蛇、巨蛇，照安尼人主伫新约，嘛亲像这个铜蛇被举起来，互全地人会当仰望伊。迄阵我伫想，无讲蛇是无好个，咱会用耶稣来用蛇来披露耶稣。
我听到个牧师解说了真好，伊讲，迄个蛇就是上顶迄个邪恶、迄个罪、迄个魔鬼撒旦。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伊也拍着全人类的罪，所以伊代替咱，迄个蛇的势力被钉死伫十字架。咱仰望的不是迄个蛇，是仰望伫信仰的耶稣基督。咱以安尼解说，咱希望咱会明白，照着旧约的影，咱明白新约的实体。咱照着旧约的律法，咱进入到新约的恩典。律法是上帝通过摩西传的，总是的恩典是照着耶稣基督，咱才会当领受到这个救赎。如果旧约讲啊偌啊尼好，偌啊尼精彩，但是呢，耶稣基督无来，咱犹原无得到赦免。咱犹原活伫罪恶中，咱就算咱包飞灵机坐到耶路撒冷，坐到以色列去看迄尾铜蛇嘛，无较早，嘛无较好，因为迄不过是仪表，一切旧约拢是仪表，讲救世主以赛亚要来，耶稣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就是。咱也念面要看到约翰福音第4章就有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耶稣讲：你所讲话对象就是。耶稣甲伊讲几步，然后甲伊讲：这个要来的弥赛亚，弥赛亚要来伫倒位？伊讲：甲你讲话，徛伫你面头前的，这个就是。咱先用安尼来做一个起头，希望咱兄弟姊妹转去就开始看约翰福音。甲牧师今日所讲的，你会当去查考创世纪，你也会当查考希伯来书。这拢是一致的。虽然真奇妙，咱到即马也毋知影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啥物人。亲像过去伫旧约有一个人足神秘的，叫做麦基洗德。亚伯拉罕摕这个战利品1/10献互伊。圣经安那记载，这个人无生之死，无命之终啦。伊嘛无族谱啦，伊生命毋知对什么时阵开始，嘛毋知对什么时阵结束。照着耶稣咧，就是照着希伯来书所讲，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咱的大祭司。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伊就讲了足明啊，讲上帝既然照着旧约，遐尼侪先知，以赛亚、亚利米，搁12小先知，用那足侪先知多次多方用足侪解、足侪方法，互恁的列祖犹太人来明白有一位上帝，而且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到现在到现此时，伊无搁稳重，用伊家己本身就是独生囝耶稣降世成做人。互恁会当了解，伊是承受万有的，万物拢是伊创造的，照着伊创造这个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拢是一个伟大宣告。用你唔通信唔着，也是遐尼信了遐尼遥远。咱所信的对象是万权能的上帝。咱所信的主耶稣，嘛毋是人变做上帝，伊本是上帝，愿意欢喜成做人，洗净咱的罪。伊第一届来是亲像羊羔，伊第二届再临就亲像狮啦，就亲像骑马啊，君王要来，就要来除灭一切敌基督的势力。信耶人就得胜搁得救，无愿意接受的人就失了这个救恩。伊托住万有，创造万有，托住万有。罗马书嘛讲，万有拢是出自伊，出于他，本于他，也归于他。以弗所书咱才读了，讲伊是超乎万有之上，贯穿万有之中，住在众人之内。这上帝是真奥妙的，咱去想，咱去体会，咱也抓条上帝的话，因为这个话不是牧师发明的，
是记载伫圣经，是箴言第6章23节讲吼，诫命是灯，发觉上帝话就是生命的光。这个教示的责备是生命的道，生命的活路，上帝所赏赐咱的。咱抓上帝话，咱的心就看见光。望咱毋是家己当作是一个神学，是一个知识的研究，咱是真正甲主耶稣邀请来到咱生命内底。约翰福音1章12节，咱今日的金句：既若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咱就甲上帝产生了关系。咱就毋是未信者，也毋是外邦人，咱就得到权做上帝子儿。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甲咱做伙生活，就住伫你我的家庭中间，充充满满有稳定有真理。使徒约翰讲：我捌见证，毋是只有我12个使徒，这学生跟对过耶稣的妇人人，耶稣的老母撒罗米。莫德来的玛利亚、马代、玛利亚，这个姊妹啊，拢会当做见证。阮拢见过耶稣的荣光，毋是普通人的荣光，是被上帝独生子的荣光。咱最后看一个1分钟的影片，就结束。这是志爱读经要开始这个新的学期，伊特别对美国寄来德州啦，德州寄来互我的影片，咱来甲伊欣赏者内底有可能就看到7个新约，甲耶稣的宣告，咱来看，只有1分钟的时间，大声一点。这约翰福音咱内底真侪奥妙，讲上伊用的字足简单的，5岁、8岁囡仔迄字看有，但是神学家、教授爱用一生的时间来研究，这是约翰福音留予咱的宝贝。当然，牧师嘛伫讲道中间来分享，但是更较好是咱伫慈爱读经班小组的讨论中，你家己来找真侪答案。你会当去听到更较侪兄弟姊妹分享，你会当通过约翰福音使徒约翰所记录的，你来甲这个圣经来对话，咱做同心来祈祷。主愿感谢你，赏赐阮约翰福音内底记载主你的教示。新约宣告，也看见内底使徒约翰伊生命的改变，主，阮要来信靠你，来倚靠主。你讲，既然接纳你的，就是信你的名的人，你就要赏赐因权柄，成做上帝子儿。阮也知影，天顶地面人间，拢无赏赐别样的名号。阮会当倚靠伊得救，
独独你是道路、真理甲活命，独独你是世界真光。阮伫新的一年，阮行伫你的真光的内面，让你的活命赏赐阮，阮对你的话来得到帮助，阮的生命充满上帝光、平安、喜乐。愿主你听阮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圣诗247首，为主耶稣，我要倚靠你。请兄弟起立，齐声来吟。兄弟请坐。奉献咱请赖秀珠执事甲陈美凤执事担任今日的司献。
至圣宝贝上帝，阮感谢你，主你的疼满满，互阮伫旧历的过年中间，甲阮的亲人相共欢喜过年。阮安尼来感谢你，也伫今仔日的主日礼拜，伫即个所在，做伙来敬拜主你。主你的疼甲恩典，互阮来成做主你的囝儿。阮感谢你，恳求主你，互阮会用来遵趁主你的教示来行，互阮拢有一个温柔谦卑的心来学习。阮即时也奉献淡薄金钱，做主圣工路用，恳求主你感纳。阮安尼恳求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兄弟编开周报第3页，咱先来读本周金句。我先读一遍，兄弟续接对我读2遍。本周金句：既然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相信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约翰福音1章12节。既然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相信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约翰福音1章12节。既然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相信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约翰福音1章12节。本周聚会表甲事项表刊登伫周报第3页。请有事工参与的事工同工注意看内底所刊登的内容。周报第4页小会公告。第一点是咱本会定伫2022年2月20上午礼拜中，咱要来召开定期会员好会。议案刊登伫周报内底。会员名单拢有登录伫咱周报内底第4页甲第5页。请咱兄弟来参与，看内底若有5点需要补正的，向行政干事来反映。周报第6页，本会消息：2月7号暗时7点到9点半，伫本会5楼副堂，咱有要邀请叶元杰牧师夫妇因来做敬拜俄罗的分享会，请有意愿参加的，向林牧师来报名。第2点，2月20中昼12点半，伫3楼会议室，召开2月份定期中级会，所有中级若有需要请假的，请向秀主执事来请假。第3点，咱配合政府 COVID-19 伊的防疫管理政策请咱伫本会有参与所有服侍同工，拢需要提供这个疫苗接种黄卡影本到这个行政干事互伊列册来备档管理。第4点，110学年度第1学期的奖学金申请，是到3月7日就截止。请有需要申请或者有资格申请的学生，来向安市干事摕这个申请表。第5点，咱后一个主日礼拜要来举行2月份的寿星庆生，名单刊登伫周报内底。若有遗漏5点的，请向词汇执事来更正。
团契小组消息较要紧的是，咱今日下午11:40，伫5楼副堂有这个社青团契因伫聚会，因的主题是地狱爷爷欢迎客友来踊跃的参加。第2点是双年团契，伫2月12号上午9:30至12点。有甲这个妇女团契、兄弟团契有邀请这个刘清泉牧师来办一个这个联合讲座，欢迎咱回来兄弟来踊跃来参加，嘛使向这个郭芳玉执事来报名，其他的消息拢刊登伫周报内底，具体关怀甲会友的动态咱。今日同齐，请牧师来为咱来代祷。另外，咱本周顶一礼拜所刊登的这个财务这个奉献内容刊登伫咱周报上尾一页。特别较兄弟需要注意的是讲，伊的奉献咱所刊登是甲1月30号以前的奉献金咱新春青社礼拜当日2月1号的伊即个奉献的即个内容会伫后礼拜周报较来刊登，刊登的内容楼顶2点2楼的部分需要更正的，请向财务部来反映。以上。咱今日有一位新朋友傅巧涵，巧涵伫倒位？请伊徛起来，来，请起立我们拍手欢迎他。伫1楼后壁伊就住伫咱附近倒行路感谢主真欢喜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会后嘛，同甲咱的关怀小组咱的新人小组来接洽来接待他好，咱来看代祷的事项第1条，恭喜民进长老要抱孙过年。如何是除夕前一天小年夜，是牛宝宝啦是姓好的是姓吴的姓吴啦牛，是品荣甲幼生的囡仔名还未好好所以我唔知影啥名。如果你知影的人甲牧师讲祝福愿主大大施恩祝福伫即个家庭得到一个细囝上帝产业。搁第2点小朋友好，第2点咱为着郭颖兄伊妈妈来过身来祈祷，愿主接纳伊也要伫明仔下晡来有一个个别式牧师含几位长老会代表去参加。搁来第3咱真济兄弟要注谢咱无过头烦恼，万事交托主。为疫情祈祷，特别这个年后。咱的部长陈时中伊讲爱观察到2月10号，这段期间如果无有一个真悬的增加，咱就唔免先做3级。总是这个过年确实去北中南的加减的这个风险有可能有较增加。咱兄弟姊妹都爱照顾家己身躯，该做的防疫工作，接触的人拢爱真细腻，求主享受咱平安。最后为家己祈祷，求主帮助咱。伫今日领受这个真理的光，成做一个接待主的人，毋是对血气，毋是对人的意思，嘛毋是照着人的遗传生，是照上帝圣神来生。咱求主帮助咱只是做伙起立，咱来祈祷，为着兄弟姊妹也为着平荣囡仔平安生产，咱拢为来感谢来代祷，咱做伙同齐出声来祈祷。主，我们来信靠你，我们来领受你的恩典。对愿起头，你就伫地。你用你的权能来创造世界，创造万项物，万有拢是你所有，也要归伫你。
你是真光出的真光，真神出的真神。愿你将活命的光也照伫阮的内面，互阮也带着主的光灯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阮通称做亲像洗礼约翰、使徒约翰，安尼为主做见证、为光做见证的人。主啊，愿你的福音伫新的一年陪伴阮，也传到四角落、世界、四周围的人。照着你的囝儿笃行教会，徛起伫这个社区，也成做这个社区的光灯。引带做失迷的羊倒转来你的家。愿主你的恩典、真理陪伴阮，甲这个新生命、平庸幼生的囡仔伫地，也甲阮失去的亲人、国印乡的妈妈三个伫地。也甲阮每一个心灵检测有软弱、肉体软者的人伫地，成做阮的快乐、活命甲平安。互你的话成做阮心内上大的力量，成做阮一生的光灯。将阮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阮会当行伫主你的光中，互阮的家庭拢有信仰的根基，恳求主你施恩赐福。愿将阮的祈祷摆列伫主你的面头前，当心的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彼此来请安，好，彼此来祝福。愿主你的听伫阮内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哈利路亚，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息来听你。请兄弟就座，咱来唱尾变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唱煞了，请牧师为咱讲道。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天命恩典慈悲，慈悲上帝受赐大好，听咱亲像听你，听咱亲像听你，用心甲灵甲咱感动，遐起他人心内，三位地啊咱相同，只是到万世代，只是到万世代。阿门。愿救主耶稣基督向恁显明伊的恩典慈悲，愿圣父上帝赏赐恁属天极大的福气，愿圣神上帝感动恁徛起伫恁的心内，愿三位一体的上帝甲恁相通，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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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面倒避讳。